了好。如果你若会当得到这个物件，那安尼你若得到心情发展了后，有所重用处分，有我所重用处分，结婚不急的，千万结婚。哦，你讲这种数量啦，我完全数量来自于上头比如不对的，哦，你要用什么啦？会当有比如啦，你无比如啦，3月份、2月份、5月份的数量，来比如也不急。3000、4000岁嘅七宝啊，比如也不急，幸好多七宝来比如也不急，但怎样？因为这传统优秀的物件，拢都是最好的，哎。因为这种是一个啦，这种是一个新的化的物件，所以咱今天来讲进入了真正真实的清净的发生，迄搭是真正，咱讲的，迄搭是真正正常的法，迄是真的法，所以这来了解好。